不是理所當然。任何人無論職位幾高、功勞幾大，有貪污 ，ICAC 一定查。你有權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講嘅一切都將成為呈堂證供。早知結果何必當初？無論係邊個，請配合 ICAC 調查。我係 ICAC 特別調查員宇恒，我係 ICAC 特別調查員 Lia。我哋已經初步掌握案件訊息，根據已有嘅資料證據，我哋將進一步展開深入調查。大家手頭上呢個係我哋嘅機密檔案。首先呢，我哋可以呢睇咗我哋嗰個案情先。一陣間我哋會收 case，之後呢我哋會做一個基本嘅背景審查。我哋今日呢最主要就係睇邊個行賄，邊個受賄。根據舉報人提供嘅背景資料，我哋初步鎖定咗幾位嫌疑人嘅身份。隨後小組兵分三路，從記錄同檔案中尋找線索，破解利益關係，最終確定將要逮捕嘅2名嫌疑人。咁肯定門呢度肯定一定要有2座。鎖定拘捕目標後，即刻出擊行動。小組成員偽裝成唔同身份，展開埋伏，等待嫌疑人現身。等等，嫌疑人好似已經出現，但萬萬不可貿然行動，我哋仲要等待最佳時機拘捕疑犯。OK action。ICAC，我哋而家拘捕你哋。人贓並獲，搜證開始。我哋先嚟到嫌疑人 A 嘅屋企，展開地毯式搜查。一份文件、一張收據都係無聲嘅證人，揭示背後嘅貪污罪行。隨後，我哋嚟到咗嫌疑人 B 嘅辦公室尋找證據。我哋有信心確保自己金睛火眼，絕不遺留任何一個破案嘅關鍵。我哋透過小組討論，理清線索，準備審訊問題，尋找真相。分析完證據之後，我哋開始審訊。呢個係你嘅台嚟。係咩？我有咁寫咩？原來睇過。係啊，唔記得咁，你記唔記得今日同李永賢喺公園做啲咩呢？根據搜集到嘅單據、出入境記錄、報告文件等證據，提出針對性問題，試圖找出隱藏嘅秘密。經過重重嚴密調查，嫌疑人最終坦白，配合調查員搜集到嘅各項證據，整個貪污案件水落石出，徹底打擊咗一宗貪污亂象。終於收工啦，都係辛苦晒大家。今次嘅案件雖然有啲棘手，但係最終都係順利解決咗。大家都辛苦晒，不過呢個就係 ICAC 嘅職責所在，邊度有貪污，邊度就有 ICAC。走啦，而家去請你飲杯咖啡咧。好啊，一齊放鬆下。
過程咧非常之深刻啦，尤其係喺捉人咧，其實好明白到嗰個挑戰嘅。咁啊好不幸咧就做咗成組嘅老鼠屎啦。咁雖然好有戲劇效果，大家放心，絕對咧係冇事前嘅準備嘅，真係唔小心。其實好多環境嘅證據咧都可以協助我哋去繼續去捉個人嘅。當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咧，都要繼續係不屈不撓咧去捉個人，去揾一啲證據啦。我覺得非常好玩，然後演得很爽。然後我個人最喜歡的環節就是拘捕嫌疑人的這個環節，因為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要悄無聲息地去接近嫌疑人，然後要判斷一個比較準確的時間來進行行動。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大家就要開始各種的扮演，還要觀察周邊的環境和嫌疑人的一些舉動。在這個過程是非常刺激的，我真的很喜歡。今次成個體驗咧，覺得對於我嚟講係 dream come true 嘅，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睇戲嘅人啦。咁比如話寒戰啦，比如話Zstorm 啦，都係我好中意嘅系列啦。成個過程落嚟咧，我覺得我印象最深刻部分係上飯嗰時啦。咁嗰位同事真係好勁，佢扮得好似，因為佢扮得好似咧，我都感覺自己好代入到個現場嗰度一種 situation 入邊。